而家成日都話咧喺中小學校啊，要鼓勵學生多啲開口講粵語，要傳承好粵語文化。咁有咩辦法呢？嗱，最近廣州市第二中學做咗一件事啊，我覺得係幾好嘅。因為喺新生入學註冊嗰一日咧，咁啊二中咧就送俾每一個學生一個大禮包。喺大禮包嗰個購物袋嗰度咧，上面寫住3個字叫二中人。啲學生同家長咧打開嗰個大禮包咧，發現有驚喜啊！喺裏邊居然有一套《射雕英雄傳》啊！呢個二中人咧有2層含義啊！一層含義咧就係話佢哋係廣州市第二中學裏邊嘅學生啊嘛。咁啊二中裏邊嘅人咧，咁啊即係叫二中人啦。二中人3個字咧，你一定要用粵語嚟讀，先可以同二中校友呢個二中人係對應嘅喎。如果你用普通話嚟讀咧，你聽二中人、一中人。二和一是不一樣的，因為點解二中人咧呢3個字啊要用粵語嚟讀，先至貼合咗二中嘅文化精神呢？咁啊二中嘅老校區嘅位置喺邊度呢？就喺越秀區嘅應元路。嗱，二中嘅應元路嘅位置呢，喺600年前明朝嗰陣啊，佢就已經係老廣州城內嘅一部分啦。嗱，大家去過越秀公園都知，越秀公園嗰度有朱元璋時期600年前嘅明代城牆。嗰個城牆嗰陣呢，係將二中應元路嗰個區域都包喺入邊嘅，所以二中可以話係老廣州嘅地方。咁啊，老廣州地方嘅讀書嘅學生呢，一定係肯定要多啲講粵語啦。所以二中人3個字用粵語嚟講原汁原味。咁啊，點解二中嘅老師要推薦學生睇《射雕英雄傳》？因為《射雕英雄傳》嘅主角係邊個啊？就係合之大者為國為民嘅郭靖啊！郭靖呢，可以話係二中人嘅代言人。郭靖身上嘅義呢，就係指正義同埋情義。當時蒙古軍隊啊係入侵大宋啊，咁啊踐踏大宋嘅山河啦。郭靖呢就帶住襄陽嘅人民抵抗蒙古軍隊入侵，呢個係正義。忠呢，大家知道郭靖佢後生嗰陣咧，青年時期啊係喺蒙古嗰度長大噶嘛。咁啊佢當時咧一箭射咗2隻雕落嚟，咁啊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啊發現佢人又靚仔又醒目又有才華，想將個女許配俾郭靖，嗌郭靖做大將軍駙馬。郭靖一口就拒絕咗，因為佢記得佢媽媽同佢講咧，你係漢人，係大宋子民，應該好似岳飛將軍一樣精忠報國。嗱，呢個就係忠。人係指乜嘢呢？因為郭靖喺佢青年時期咧，跟住成吉思汗去攻打一個西亞嘅小國叫做花剌子模啊。咁啊打贏咗之後咧，成吉思汗咧佢哋要屠城，殺晒花剌子模嘅國民。郭靖就曉之以情，動之以理啊，說服成吉思汗唔好屠城，救咗成個城市嘅人民嘅百姓嘅生命。呢個就係人。做父母都係望自己仔女好嘅，但係有時咧你苦口婆心講好多嘢，仔女唔一定聽得入。但係如果你願意換一種方式啊，嗱，呢個假期等佢睇一本《射雕英雄傳》，等佢自己進入經典文學嘅世界，話唔定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。